就像我感觉我现在在看那个画展一样的感觉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新疆人都喜欢地毯，不管是每一个房子、每一户家都有地毯的。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或者是听过，我们新疆人还可以把地毯挂在墙上？我今天到了这个卖地毯的一个店里面，给大家一起看看吧。感觉这些挂毯就像一幅画一样，特别的美，就像我感觉我现在在看那个画展一样的感觉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胸营，也是一个挂毯，摸起来呢，感觉就是特别的有质感。就是在外面，就是远看的话，它就像一幅图、一幅画一样。但是它只是挂毯，就像地毯一样。但是呢，它的制造、它的线制法都跟地毯有差别的、有区别的。它是呢用丝绸和棉线一起制出来的，所以感觉就是特别的，就是软，感觉就是你摸起来那种棉一样，但是呢又感觉就是有点比棉有点硬，因为可能是加上那个丝绸，所以它会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我们现在进去看了之后呢，会看到还是一些挂图，但是更里面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的地上的一些地毯。大家你们看到这个马没有？感觉就是特别的好看。马的量词应该是1匹马，对。然后这个马呢，我觉得这个马对老板来说最重要的，而且可能是最宝贵的吧，可能所以他把这个马放到最里面，而且那么的远，泼的那些水也是特别的真实一样。现在呢，这个老板也来了，我现在跟他问一下刚刚那个特别好看那匹马的价格。这个多少钱？3000块钱。这个3000块钱是吧？这我们图片新疆的图片，新疆的马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呢，我们配过之后，他们给他发给他们做出来，然后再卖。哦，你们把图案给他们，然后他们给你制出来，他们做出来的。哦，那这个地毯呢？这是客厅铺的，茶几下面客厅铺的，这是长度4米，宽度3米的，这种丝的一样进口的8000。这是1万块钱是吧？这是1万块钱的地毯，你们想要这种客厅铺的，每次都会有一些，就是喜欢新疆人这样地毯之类的，有些粉丝都会问到这种问题，但这就是1万块钱的。地毯，你们想要客厅的就花这么多钱。从小到大，我的房子里面都有地毯，我对这个地毯是了解过，但是这个价格呢，我从来没有了解过。我今天来这个店，对这个地毯的价格也有所了解，我以后也知道了以后需要买地毯需要花多少钱。然后今天我看上了那匹马。真的特别好看，我当时觉得这个挂毯应该在1万块钱以上什么的，但是也不是很贵，3000块钱也可以买上。我想过段时间我攒点这个钱就买下来吧，只要老板没有把那个卖出去的话。你们喜欢哈尼的视频，你们可以给我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